大家好，我係地產小薯Eva。今日第一集香港小薯村遊記，帶大家嚟到我嘅主場錦田高埗。高埗係指河邊可耕作、地勢較高嘅土地。呢度一邊係新鴻基皇牌低密度屋苑綺聯，而另一邊係性價比極高嘅村屋。一條村睇晒兩種唔同嘅生活。無論你住喺綺聯定係高埗村，錦田河嘅美景、附近嘅國際學校，仲有行得到去錦上路西鐵站嘅交通優勢，你全部都可以享用到。呢度係做到真正嘅鄉村寧靜同埋城市煙火兼備。小薯幫大家實測過，由錦上路西鐵站行返去高埗村村口，大約係需要15分鐘。大家而家可以睇到嘅就係當日所拍嘅一刀不剪嘅片段啦。如果唔想行嘅話，高埗村係有小巴直達錦上路站同埋元朗站噶，而且巴士方面係可以直達去機場、港珠澳大橋、中環、金鐘、青衣、荃灣、上水都係一程車，而去其他地區亦都可以喺大欖轉車站就轉乘到。住村屋都可以零交通煩惱噶。生活配套方面就更加冇得輸啦。綺聯商場有 Marketplace 超級市場、酒樓、71便利店，而隔離嘅天空之城就有寵物護理店、高級食材、補習社同埋順豐智能櫃，亦都有集運嘅自提點、單車鋪、榴蓮批發零食。食肆方面就更加係可以每日都唔使重複，呢度有64年歷史老字號嘅冰室，而其他食肆除咗茶餐廳之外，仲有越南菜、泰國菜、私房菜或者車仔麵，任君選擇。甚至乎你話想鋸個扒、飲紅酒或者食生蠔都冇問題㗎。呢度所有嘅食肆都係可以歡迎無鞋進入嘅，食個 tea 仲有無鞋陪玩，景觀又開揚，食完心情都靚啲啊！最正嘅係轉個彎就係天空之鏡嘅錦田河，呢度生態極好，冬天仲有候鳥過冬，黃昏嘅時候就會見到好多唔同品種嘅雀仔。每日落嚟陪小朋友踩下單車、跑下步、放下狗，呢度先係生活。高埗村就係一個咁方便又咁靚嘅地方，想揾呢度嘅筍盤，無論係村屋定係綺聯，我都有最新最齊嘅資料，記得 subscribe 同埋 WhatsApp 我預約睇樓啦，我會為你安排專屬嘅行程。如果鍾意呢條片，記得 like、comment 同埋 share 俾你身邊嘅朋友。你哋嘅互動係我堅持再拍落去嘅動力。多謝收睇，我哋下集香港小薯村遊記再見，拜拜。